前吼，咱先自我介绍，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。我是海山小英仔，欢喜做伙来。欢喜做伙来，好，你自我介绍你是啥？我是刘文杰，我是王金庸，我是林星宪，我是詹心好。好，小朋友等者，咱要做伙来摕宝藏。毋过安小姐别大嘿，阮今仔日要来摕宝藏，你是咧创啥？最好啊，摕宝藏。哦无啦，阮咧整理遐今年的这个航海日记啊，有阮大兄号吼，阮咧船长吼偌爱写日记的呢，搁有吼这小婆嘛爱整理啊。啊，这日记跟小婆这么济，足忝的咧，这个伫当时啊。小朋友，我都啊，一定要整理。无，咱去甲伊斗相共啦！来，是安怎？这是哦，伊个顺序哦。好。我已经用好啦。你你骹手较紧的好无？来，这慢着。等者，要好啊！这是第8，这是安尼8。安尼好。奖励好势啊！你足慢的呢。好，完成。好。啊，完成啊，嘿，袂歹呢。哎呦，探险队来哦！啊，哎，杨小姐，白大爷，我还付恁整理的物件，敢用好啊？有啊，用报告好。组长，你叫我创的物件，我已经创好势啊。水。是，准对我甲你讲，阮的队员有讲好前队哦，这四位队员，啊，你的顺序我已经摆好势啊。有影无影，我来看卖一个哦。哎呦，整理了真好咧！好对啊，整我迄个齐。时间拢对，对。我这航海日记整理了真好，多谢恁，恁斗相共的哦。对。啊，赞，我来看卖一个。哈，这边。这是小波哦。嘿啊，小婆，嘿对。我看唔对。这是小波。这是像经理的小波。8大是黑。乱七八糟，安尼敢有看口哩？我安尼免来看。不是啊，这我咧一小婆。本摕起来，内底有3本。不是啦，这小婆是足济啊。啊，我想讲我有用就好啊，足忝的呢。啥物叫做有用就好啊？你这种做代志的态度，安尼敢唔对？哎，是啊，你安尼袂用的，你安尼凊彩用以后，船长唔敢交代你代志啊啦。真正的你无负责任哦。你安尼做代志，尔啰嗦，我后摆免来信任你啊，啦。不过我是想讲我有做就好啊，我想要赶紧休困的啊。小朋友，参像伊种做代志的态度，你若是头家，你会想要甲请无？袂。该洗头。袂哦。对啊，你感觉觉？要安怎处理较好？甲伊处罚一个。卖甲伊钱，啊，卖互伊卖甲伊钱。甲扣薪水，一半都无。靠半个月。啊，搁有啥？感觉会使安怎处理较好？重新处理一个。大家做好势，你袂当安尼凊彩黑白转呢，互代志较复杂，若无，阁会浪费真侪时间。所以小朋友以后做代志要认真，袂当亲像白大海安尼哦。船长歹势啦，我以后这小婆我会管理到足认真的，足美烂的。啊，好，既然拢了安尼讲啊，安尼连咪就好好啊，重新甲小婆整理好，知无？冇问题。好。啊，第一只嘛要感谢咱的探险队员，替我整理这航海日记，好，多谢恁。免客气。免客气。哦，真有礼貌。今日就互恁来提宝藏。好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引来甲。做火球进步，四位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几号。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个珠仔塔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哈哈，做火球进步，真好。啊，那是你派出来行这家啊，表示你台语上好哦。敢是？我唔知。你唔知？we 家在就到册啊。哦，甲你测出来的哦。对。啊，你上厉害的科目是啥？英语。英语哦。哇，会直接唱出英语的，表示真正可能真厉害哦。我看行5家，通啊摕1块大片；行10家，通啊摕2块。了解哦。了解。Come on，let's go，引来甲。好起啦！来哦！卖紧张，卖紧张，卖紧张，来，小啊，卡掉你的喙齿免拿出来，袂使拿出来哦。来，无卫生啦。
2、3，举是哥有啥物？听歌，徛哥哎呦对。哎，来，好起啦！加油！过哦，那边。进哎呀，过过去啊！进，啊，滑徛，举是哥有啥物字？牙手，举手，哎呦厉害呢！厉害对不对？向前啦！波勒斯来喽！好起啦！我跟你讲，波勒斯一定爱加2分，无论是3分才有准绳哦。2分啊3分嘞！打昏！歹势无，只是哥有啥物字嘞？来哦，大家倒想哦。听歌干歌，干讲对，水啦，好起啦！干袂够红色的嘞。哎呦，球断下来，给一波，下路是乐有啥物字？落雷对，落雷。好起啦！落雷，我上爱挂落雷。几波？一波 TSS 吃有啥物字？吃晚餐。太极啊，菜市啊，哎呦，好起啦！哎，袂歹，你送到就美哦。来，加油！哎呦，真能 M 是啥物字？对，来，哎呦，来，好起啦！沙波，无可能啦！行起来！真能，你是无有啥物字？无，爸不是，还是无，时间到啊！哎呦，新哥表演得袂歹，咱互拍波仔者。伊足敢讲的，对哦，而且伊徛咧后口，一个人过甲恁3个人加油咧，真好。来，咱互一个，你是无。忙啊，忙啊哟，水，忙啊！袂使对，水啦，好，咱即摆看，哦，好加歹势啦，有加载有秀起来啊，迄若是过因10秒，因就行到第10格啊，你知影无？好加载，我这 bonus 有甲秀。水，秀起来！恁惊7格，通啊摕一块大片来，请摕请上。妈祖鱼。妈祖鱼，好，加油！等下。嘿啦，勇敢的表达出来就对啊。来哦，第一关秀起来，第二关继续，准备接招，迎来卡。有话做你讲，四位探险队员开炮来弹海贼，若拍到赢海贼，就有一摆做过的机会。我就来看恁伫咧时间内会当完成几句，我伫遮祝福恁永远写袂着。哇，I'm so scared， 我足惊的。呀，我先好，我头先讲的这英文是对的无？对啊，啊不过你发音敢怪怪。 ，Really？ 你迄敢哎是一种台式的发音。伊毋是台式，这是准啊式的发音。咱是啊准啊顶，所以讲话淡薄歪歪。哈嘿。哎，我相信你看，他幸好伊讲伊上厉害科目是英文。啊，你有家己特别介意的兴趣无？看电动，拍电动。拍电动。看册，看册哦，看册兴趣嘛是足罕的啊。啊，有可能是红仔册哦。因为我嘛最爱看册，但是我看的是红仔册。我跟你讲，安怎摕2题，通啊摕1块大片两题哦，好。 ，4题就通啊摕2题。好，加油！好，你们噶，这看起来拢通啊欠芳哦。这种菜价这。哎，来欠芳哦。用的哦，哎呀。跟他管一叔叔啦哈。好，快给，加油！哎呀，长啊！照顾我。啊，叫！好，快他姐。哦，这超惨的。长甲叫。我用姜甲葱啊来煮菜。哎呀，对。水。好，后一位，有啊。拿苗上来拿手哦。啊，想者哦。哦，稳。拍袂着。啊，无倒。伊点只係得真好啊！啊，伊坚心要甲你拍落来咧。啊，
内底有一包粉，一包粉。啊对。好，阿爸内底有一包粉，来过关。拜拜拜拜哦哈！想看卖第二字了怎念吗？ PSI。哎呦！哎，你就好多啊！加雄加雄。2吧。好1分钟可加油。哎呦哎呦！你头甲我射落大到伊咧。咱空上，大家各位新伙吼，你是做会了哈。哦。快嘞！哎呦！啊是。哦，看头前。我食一个挂包的馄饨啊！好，吃过泡馄饨，对。哎，好，一个啊，一个。第四位，好，第4位徛遮哈。即马第4round好，第4题。啊！哎呀！哎，你有讲到2句，我感觉拢小可问题。你讲，迄个阿爸底内底有粉，一包粉，有一包粉，胡椒粉，啊，胡椒粉哦，漂白粉。无讲清楚漂白粉哦。你会使讲较更较明白。加一条对啊。好，啊，还有啥安怎做？阿爸甲粉，就这。替阿爸装米粉。哎，水哦，让阿爸做米粉，真好。啊，头先还有一题，唔是要问？有一题我就想要知啊，你问一问。为什么食挂包的分气？哎，你想挂包哪会分去？为什么？头前是像讲你讲的啊，歹去啊。好，挂包内底有土豆粉，可能伊贵面，贵宾的呀，贵宾的体质呀，所以伊会分去足正常的呀。呀，OK，come on。所以，咱来看下，伊对着3题，通啊摕1题打片。呀，一题，一题好来，呀，新的。你选啥？呀，阮内底迄无牙哦。手夹吧。所以，因真正台语算袂歹，厉害。即摆2题尔，即摆几关？他已经第2关哦，啊。要来到第3关啊。对。哦，会当讲就秀起来。哎对啊，恁尽量加油，上尾关准备接招，现在噶 Just do it！探险队来作答，留一题就会当对桶啊读一解，见读一解就有分数，加起来若到10分就算恁过关。嘿嘿嘿，我看恁也是困懵困，卖迷茫啦。哈哈 ，Just do it！我来看下恁的面相，面来相。配合这题目。哎呦，有机会摕到2题哦。真勇，你细汉的时阵要困之前，敢会需要听一寡故事，甲困会去？有啊。咱即摆要考的就是童话故事第1个题目，你听清楚来，请讲。伫咧这个囡仔故内底哦，有一个故事是讲小美人鱼伊要上花去找这个王子，啊，请问一下，伊用什么物件来换双脚？原本美人鱼无脚啦，嘿嘿。啊用啥换？第客。声音。声音。讲啊，敢是声音？恭喜！啊，相信自己哦。声音对唔对？就是声音，捌听过哦，这个故事。来，请解说。对啦，我甲你讲吼，这囡仔故内底的故事诶，美人鱼的伊的声音，哈，歌声就好听的，所以呢，伊就用伊的歌声来换双脚。即马，互你记，尽量记。内面有5分甲1分，5分4分，干哪一个？结婚。大卫，上个卡咧哦，确定哦。确定5分4分买啊。 Just do it。结婚。差满啦！真勇，强呢？你安那紧的，这够紧。来看卖对你出什么题目？较困难的，较困难的啊！一个大片啊，袂就歹。考你英语的朋友台语。平常时有在讲无？我有在讲。因为台语题主要就是爱听清楚。好。来，请讲。这束衫千外块，这顶帽啊
加1000块，安尼借问一下，衫裤较贵，还是帽啊较贵？哎呦，这就是咱台语美妙的所在啊！千外块，所以你感觉是？爱确定哦。无啊，搁变无啊？要变无啊？到底是？怎是？青蛙啊，甲正青。青蛙，有可能敢是1000？你感觉青蛙是意思是1000的意思哦？有可能。无啊，甲对唔对？千外块，所以你感觉是？爱确定哦。无啊？搁变无啊？要变无啊？到底是？怎是？青蛙啊，甲正青。青蛙，有可能敢是1000？你感觉青蛙是意思是1000的意思哦？有可能。无啊，甲对唔对？啊！弟弟，歹势，啊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咧？请讲。千外块的代表意思就是讲1000块以上会当千外块，加1000块就是差不多980，差不多差一丝丝啊，一分分啊，就到1000块啊，安尼知影无？啊，差一丝啊啦！其实你相信你家己第一个讲出来，你反正就对啊。来后一位，好，即马剩5分，就会当佮加摕一块大片，你要好好加油哦，你两个好好加油。数学 OK 无数学，OK。 ？OK，来哦，数学题。鲈鱼、蜘蛛、还有鹅，因呢拢要每一支脚拢爱穿鞋啊！啊，请问呢，因三只吼总共爱穿偌济支脚的鞋啊？这三只单4位，个， 14卡，对唔对？哎呦，啊你算算的无？你算对啊？鲈鱼你知影什么动物无？唔知。唔知你嘛讲啊对。鲈鱼就是鳄鱼，鳄鱼，鲈鱼。呃，来，先先解释，我先解释。甲恁讲哦，鲈鱼吼是4支脚，啊，这个蜘蛛是8支脚，啊，还有鹅是2支脚，安尼加起来是偌济14。对，总共就是14支有嘛脚。这些动物应该拢有看过啦吼。哦，好，即马汤啊好咧算分数咯，来，文杰，来哦。3号啊，一个啊，好，几分咧？Just do it。啊！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来，后一位小朋友，请上台。 4分敢若剩一个尔哦，对，剩一个尔。剩一个，咱天灾有真侪种，嘿，恁捌拄过倒几种？最地当地当，地动啊，还有啥？红胎、风台、科花，科花哦，看在，哎呦，哦，安尼你有呢？安尼差不多啊。嘿，哎呦，来，天灾、风灾地。来，拍，夹，栽。借问一下，这是倒一个灾害的保命考卷？拍、压、知啊，栽、地当，地动。地当，你赶时间。你确定是这个答案？嘿，地动对唔对？水啦，哦，你非常的知咧，哎，竟然叫钓鱼来，来互你解释。啊，好你解释。好，来，你拍敢知影？拍是拍咧头骹，哎呦，水，拍我较低对唔对？嘿来拍我较低，啊压咧，抓大骹，压应该是盐有湖一个爱找一个暗雨的所在，暗的所在啦，啊栽咧，知哦，米油栽，嘿，啊迄个黄栽，黄河栽，对，黄栽迄个栽，往后栽哦，安尼怎样？厉害， 4分，双分数哦，两分你对也够提，两分，4分的啦，
加油加油！关掉这个哦。你家己说，你家己说，你家己说，我拍手，你在咩手？塞手，塞手。我看塞手。塞手嘛，对哦，塞手有机会哦。 3分天注定， 3分天注定。应该是这。加油加油，可以啊。加油！4分，Just 啊，是咩？ do it。 ，4分啊！即马是8分，汤啊，共款摕一块大片，一块尔。来，请摕。你去摕。来，三几块大饼。 真可惜，真可惜，差一珠珠啊！哎呀，沙地，弄会用的，弄会用的。这困难的呢。就亲像你讲的，几分天注定。 3分。对，啊你已经真拍拼，无要紧。袂歹啊。啊，不过敢摕到宝藏呢？来哟，现来个。哟 ，Come on， 加油哦！敢有机会摕到宝藏，虽然敢若3块尔，你有想要刷位无？ 换位，有啊，来你刷。哎呦，刷一排啊！超公平就对啊！加油啊！加油！我跟你讲，你若是刷安尼哦，你的力头爱扎甲拄拄啊好。你看，你爱拄好超过1空，来，到底伊的心脏要跳出来，你讲。敢摕到宝藏呢？请背。啊，到了咯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5个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就差一个，哇！这心情安尼起起落落，浮浮沉沉嘛，哎 ，unbelievable， ，unbelievable！ 袂当公平啦。 Don't cry, you have a golden coin. Yeah, 哇， congratulations，恭喜！希望你能介意哦吼。今日参悟落来，心情啥款？起起落落。起起落落，出特别的咧。真好。啊，盛贤，你的心情啥款？今日参悟落来。紧张，刺激。刺激，啊，是。真用力的，真趣味，真趣味，趣味真趣味。啊，金看够有水无？不是水啦吼。啊，文佳你感觉咧？起起落落，你嘛起起落落。都讲2只都温雅，对啊。哎呀，你所有人拢跳起来安尼。苗文就是安尼创治人。对。啊，不过台语嘛是要继续练，知无？来，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就爱台语，对啦。继续讲哦，大家。继续讲，不管是英文、台语，拢继续讲落去就对啊。